老家是台湾人共同的基地，行到老家会当欣赏到传统的老建筑，甲使人怀念的景色，也佮有传统的好食面。伫台湾的老家有真侪吸引到在地人甲外地观光客特色。我较介意三峡老街，因为三峡老街较水、较清气，但是伊较早毋是安尼。较早的三峡老街是拢盘沙店，过来就是厝拢有诶倒去，所以阮做囡仔的时阵，若经过三峡老街，阮拢会快速通过，就紧行过，毋敢停诶。充满丰富多元的传统工艺，嘛是老家迷人的所在。这寡工艺代代相传，保留着台湾久长的文化传统。每一件作品，拢是工艺师傅的心血甲智慧的结晶，是真值得咱收藏的纪念品。我上介意的老街是大溪和平老街，因为这条老街是我成长的所在，嘛是我自细汉就伫遮徛起的所在。到我结婚，我阁转来住这条老街，因为我足介意遮的环境，因为伊出去就有市场，行几步路就有庙，行几步路就有学校，阁有公园，通好互阮散步甲读册。暗时的老街悠远真热闹，点甲光莹莹的灯火，营造出浪漫的气氛，充满活力的暗暝，等待你来亲身体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看，我是主持人嘉豪。你看我规身躯安尼穿甲遮尔轻松，介绍要去佚佗，无唔对，这集就要讲台湾有哪几个老街好佚佗，也为了台湾头呢，行到台湾尾，台湾这老街是有影真正多。不过你去到这个老街所在，你是看什么、食啥货？今日来到这个所在呢，有邀请到两位内行人，要甲咱说分明。头一位要邀请的就是咱的北科大工业设计系的李东明李教授，老师你好。嘉豪好，大家好。第二位要来邀请的就是咱的台湾历史资源学会张仁和老师，张老师你好。嘉豪好，大家好。这个老街，甲恁的生命当中的记忆啦，也意涵嘛好，是搭几条街路会当，互你感觉讲，印象最深的咧。对我来讲吼，我即马本身我住喺大稻埕，吼，自我开始我去日本读书吼，硕士、博士的论文拢嘛写咱迄大稻埕的建筑，吼，尾啊我阁出2本书嘛是拢伫咧写咱即个迪化街的咱的街屋建筑啦，吼。毋过其实我是大台的第10代，阮前9代包含阮老爸，阮拢住喺艋舺的西昌街，所以我是老台北。吼，对我来讲吼，艋舺大稻埕吼，对我来讲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的生命嘛是为遮来的，所以我这2条我感觉是上趣味，嘛是对我意义上心中的所在。对，所以你是一个老台北人，对，正港台北人对。也安尼张老师你咧？我就是淡水人，是。我家己自细汉就住伫咧淡水这中正路，中正路这老街安尼，对啊，所以对迄边的记忆嘛是较深安尼，对。虽然讲即马大家若是到这淡水吼，可能拢规条老街拢可能看无啥物件是老街的样啊吼，足侪老厝拢无伫的，但是对我家己来讲，这也是我家己成长的所在。对，因为其实恁2个拢是在地人，包含我吼，家己本身是英国人，所以咱讲到这条老街吼，咱会当看到伊英国伊本地的面貌，吼，甲落尾伊即马所变化迄个无共款，像阮辉仔老街吼，其实英国有一个烟档，或是烧辉仔药迄个烟档，落尾因为规个就是讲起厝的关系，规拢拆掉，是感觉足可惜的。要不然想要请教到老师吼，因为你讲你的学术论文、博士论文，等于讲你的研究拢放伫咧大稻埕这个所在。也老师你所观察的，不管是艋舺也好啦，还是讲大稻埕也好啊，伊英国甲即马，你认为伊即马变化变上大是啥物？其实你讲到英国，我嘛做过足侪英国咱药的迄个研究吼。你讲迄孢子药的迄个
沿洞吼，迄尾啊上即马村的迄支嘛是我做研究的，因为我做调查吼。啊，不过咱讲转来甲迄个艋舺啦吼，大稻埕。咱以前咱讲一户二路三艋舺，对无？一户二路三艋舺啦吼。咱艋舺是咱台北上古早上迄个繁荣的所在。啊尾啊艋舺因为迄个河川淤积，所以尾啊刷来咱大稻埕遮啦吼。所以遮拢留来足侪吼，咱古早咱讲叫做街屋建筑吼，迄就一间一间拢细面宽拢矮啊，吼啊拢足深绿的吼，啊大家拢结做伙吼，这就是咱迄个咱，比如讲咱差不多咱记忆内底吼，老家都要生做这路型吼。淡水老街甲拄只东明老师讲的这个大稻埕，个艋舺拢共款吼，伊拢是一个港口嘛。除了大家可能即摆去淡水，一定会去看这个淡水的中正路老街了啊。淡水阁有别个老街，敢若是中正街，吼，阁有一个清水街，吼，这块老街可能是较属于在地的老街，吼，就是咱在地市场啊，伫咱的清水街，吼，所以这所在。每一个所在拢有家己的产业伫产生啊，吼，所以无一定是讲一定是伊有啥物款的故事伫后壁，迄内底拢会当个产生无同款的行业伫内底。对，因为其实咱讲到这个生活吼，其实是咱大家人拢会碰到问题。既然这个生活的自热伊的产生，一定有伊的缘由。就我的观察啦，比如讲真侪菜市啊。拢是伫咧庙的后壁，吼，伊讲有诶，迄个老街就是伫咧庙的头前啦，亲像北部老街，伊就是伫咧庙的头前，亲像迄个大稻埕，吼，艋舺其实伊拢挖伫迄个一个大条溪流的边边啊。想要请教老师讲，为什么因会选择即寡所在来发展个变讲一条敢若上界主要一个商业的据点呢？其实吼，我会使安尼讲吼，咱有人生活的所在吼。就有一个聚落嘛，吼，算讲就有老街会当出现嘛，吼，这就是咱大家共同伫遮生活的记忆啦。吼，咱即马看到遮个猪吼，这顶头这猪是1990年代，吼，咱远流出版社出的一套书，伊就讲到咱台湾一开始吼有足侪古早的这聚落吼，伫遮做一个介绍，吼，所以这是一开始对我的启蒙嘛，吼。尾也开始吼，我才开始来做这研究吼。你拢看到讲，咱日本人吼，其实对咱台湾吼做最侪研究。好，我去日本读书以后，发现讲吼，咱日本人吼，你新马辽太郎吼，司马辽太郎，这对咱台湾意义真深重嘛吼。个另外个有足侪日本老师拢有对咱台湾做足侪记录的。吼，因为因就来台湾以后吼，因甲古早的历史拢写来。咱即摆会当讲吼，是安怎拄啊家豪讲的吼，就是咱要生活吼，一定就是第一，这个所在好风水。好风水的意思就是讲安全，吼，个有水，吼，会当讨食。所以咱即马一般咱即马讲的老台湾，即马咱一般西半部的吼，这大部分拢是港口去做生意的，吼，做生意的爱啥？爱有溪嘛，吼，爱有港口嘛，吼，爱有港口以后吼，因个一个上趣味的吼，咱的老街吼，因为咱台湾人吼，为迄个福建横跨海水乌水沟，吼，过来，古早咧真恐怖，吼，你过来1/10才有到台湾的，吼，所以。伊一定拢爱冒一个生命，吼，啥物生命妈祖啦，吼，新丰爷啦，所以咱即马看到迄个咱的迄个迪化街吼，迪化街的上南边上下骹的所在，城隍庙，对无？顶头个是主信宫，有无？顶头前的妈祖经，有无？吼，所以这两间就是头尾吼。一般来讲吼，咱迄个老街吼，就是头尾拢一定有庙，吼。另外过来讲你。有人有劳力的所在吼，就有菜市啊。所以你看，咱迄个城隍庙边仔遐，就有迄个就永乐市场吼。头前台北桥遐吼，古早的妈祖经咧遐吼，古早遐嘛一间庙，所以古早我台北桥遐嘛一个足劳力的菜市啊。所以这一定都甲生活有关系。对，因为拄则老师讲到迄个妈祖庙迄个主圣宫嘛，
我规个就是讲顿顿哦好食的物件伫遐吼，遐安尼想要请教老师来讲吼，我无要知影观光客食啥物，但是我想要知影恁在地人拢食啥物。这就讲到吼，我本身我是即马住喺大长条，咱台湾有一间。咱台湾第一间的西餐厅，1934年成立的玻璃路西餐厅。迄第二代的头家是阮客伯啦，阮爸爸的结拜兄弟。吼，所以我就甲你讲，以前吼，阮爸爸甲阮客伯因两个兄弟啊，吼，安尼带阮去食啥？带阮去食吼，第一就自信宫头前去拜嘛，吼，迄就免介绍啊，吼。啊，过来就是吼，我家己上爱食的就是，啊，搁另外就是迄个，咱讲到即马热人吼，咱拢爱食一个饼有无？伫咧自信宫后壁的巷仔吼，有一间叫做食两喙米糖米台肉。哦。你去网络甲拍 Google 食两喙米台肉，吼，迄间就上有名的。啊，毋过伊热人的时阵是卖冰吼，啊，迄个寒人的时阵就是卖丸仔汤，吼，这真趣味。嘿，啊，过来就咱讲到永乐市场吼，永乐市场一般。人拢讲永乐市场边啊吼，有一间鸡肉饭有无？迄间鸡肉饭嘛，我自细汉食伊的鸡肉饭的便当，吼，足好食的。啊，尾啊吼，日本有一个孤独的美食家有无？叫做五郎，吼，啊来台湾去食以后，迄个鸡肉便当即嘛叫做五郎便当。吼，所以我感觉迄嘛真趣味。吼，所以咱台湾其实吼，我感觉拢咱咧食的所在吼，咱永乐市场边啊，就足侪即落像迄个永昌街吼，伫咧。城隍庙边啊遐，嘛一间豆花已经经营几落10年啊，迄嘛是正种古法伫做的，所以咱伫个啊个迄个永乐市场的红豆汤啦吼。淡水的名产拢甲这鱼有关系啦，大家知影边啊就是咱淡水河嘛吼，所以不管是这鱼丸、鱼酥，啊个这鸭架，吼鸭架伊嘛是爱鱼浆去裹起来嘛吼，所以这名产这边讲实在拢甲这以临这个淡水河这个渔业吼有相关联啦吼。啊，另外我是认为讲实在台北内底所有这老街吼，大家应该拢爱是主食也是面啦，无就是米啦，对无？所以老师拄则讲到这米台肉，吼，阮淡水较早嘛是有足有名的米台肉。啊，毋过足可惜，即马就无得开啊，吼！这大家拢知影做米台啊，做忝的吼。所以这件代志我感觉嘛是米啊、个面啊，这块主食吼，嘛是几一个老街应该拢有伊较有名的名产会出现安尼。对，其实吼，咱即马像两位在地人，恁讲的物件吼，其实甲咱一般所观光客去到迄个所在吼，想要食的物件，其实小可会无共款吼。像其实咱今仔日桌仔顶头有准备三个所在的迄个名产，亲像迄就是宜兰的迄个古鸡饼，这是三峡的金菇角，啊，搁另外这应该是淡水阿婆铁卵吼，这三种的其实是北部真出名一个名产啦。不离过呢，亲像我本身吼住伫英歌吼啊三峡的隔壁嘛，其实我细汉的时阵是较罕的看到。金菇角这款的迄个名产的出现吼，所以其实想要来请教老师，是不是全世界包含咱台湾一个老街要发展，伊需要经过行销甲包装的？当然啦吼，我感觉根据这时代的发展吼，咱袂使讲一直，咱即马是讲咱这个老街吼，咱一定爱甲当做是甲清调迄个生活的方式，迄嘛唔对啊吼，所以咱即马一定爱与时俱进吼，咱算讲咱一定爱甲。现代的生活甲倒入来，所以我感觉像这金菇角，我细汉时嘛无啊，吼啊！你讲到迄个，咱讲深坑啊，迄豆腐无，啊个大溪的豆干吼，迄拢差不多是迄个战后光复以后才有的啊。所以我哋讲到这吼，就是咱即摆讲到讲吼，咱这叫做街区的保存吼，其实就要有地方的创生吼。啊，地方的创生就是讲吼，咱即摆开始有新的物件出来吼。啊，无一定讲这新的物件一定爱甲古早的物件一模一样。咱会使去做一寡发展，做一寡迄个有一寡这元素吼，放在内底。吼，你像着讲咱即摆迄个地化街迄个城隍庙，古早是城隍爷。吼，啊尾啊，大家迄个，尤其是日本、韩国的迄个查某囡仔吼，来拜这个城隍爷内底月下老人，吼啊求姻缘，哦就有效的，所以即马变上红的是咱月下老人，
哦，我是感觉像这款的吼，就是会当带动咱一个迄个街区的发展啦。哦，所以我感觉讲，咱无应该讲去拘泥于某个方面，对吗？嘿。对，其实老师这个概念其实是走到真头前，也不离过呢。咱拢知影讲吼，内行看布底，外行对人话。今仔日要带观众朋友行入这条老街，会当看到啥物奇怪的物件呢？咱先小休困一下，台客厅继续来讲。这拍一开始先来看这张图，等等。我甲伊配音吼，来想要请教张老师一个问题啊吼。这张图其实又点出台湾真侪老街这个位置啦吼。不离过吼，你甲看讲伊这点啊点出来这部分哦，大部分拢是集中伫咧台湾的西部地区，颠倒是东部较少。啊，这是为什么？讲实在，每一个县市基本上拢有啦，吼，拢有这个老街的存在。啊，这可能就爱登去咱历史的发展来去看，吼，阮台湾主要也是西半部这边的城市，吼，拢较早伫发展安尼，吼，东部就较慢，吼，所以可能就造成即款的情形安尼。那阮讲这老街，我拄则忽然间想到一款代志，就是讲这老街讲实在嘛是老落的街啦，吼。都是老的所在啦，吼，所以吼，阮可能袂当去了解讲每一个所在，迄条上早迄条街是伫倒位，但是阮拢知影，即马伫流行的这老街这条街，应该就是这个所在上老落的迄条街，吼，所以这故事就是讲，为着这历史的进程当中吼。阮慢慢的就会习惯讲，阮要去上街，吼上街，吼去那个上老的迄个所在，吼，迄慢慢的大家就伫遐生活，伫遐发展，吼，这就慢慢变成阮每一个所在的老街安尼。对，其实老师其实有讲到一个重点吼，像比如讲，我住莺歌，但是我毋是住伫莺歌的市中心吼。啊，若要去迄个市中心吼，我是讲安怎去讲？讲你要去哪？我要去莺歌街啊，就是去街仔顶，就是去迄个街仔顶，就是较中心、较闹热的迄个所在啦吼。那当然，我想要继续请教就是咱的李老师啊，就讲，遐咱的东部地区啊，嘛有出现老街。老师会当甲咱介绍讲，为什么东部地区落尾开始出现有老街的形式啊？咱讲到东部吼，其实咱看迄个古早咱的发展吼，东部差不多是公司以后才开始，迄胡适的老爸胡铁花就捌伫遐做过官嘛吼，所以迄阵才开始来发展啦吼。啊，咱迄个古早咱有迄个藩界，吼，古早有藩界，所以咱迄个汉人吼来台湾开垦的时阵吼，你要越过迄个藩界吼，算讲真困难，所以。主要来讲吼，咱东部迄边吼，上古早16世纪的时阵，葡萄牙人伫遐采沙金啦吼，啊，过来就差不多日本人来以后，伫遐开始开垦迄个花莲港，开始有移民村以后吼，迄个所在才开始发展。所以讲咱即马大部分咱拢来讲的所有的老街吼，拢集中在西半部，主要的原因是安尼啦。其实日本有真侪所在，因是规个主乐甲伊保存落来，去甲伊整做一个定义，就讲这个所在是完全甲伊保留落来。也毋过吼，其实咱台湾啊，伫咧定义老街的一个概念，是不是较另一寡？通常咱是安怎去甲伊界定讲，这叫做老街？应该安尼讲吼，咱看到这吼，日本吼有一个叫做马吉纳米啦吼。丁丙吼，咱讲就是传统的建筑物保存地区。开始就是为1970年代的这七龙树吼，赤马沟开始吼。赤马沟这个所在吼，就是古早明治时代铁路开通以后，这个所在算没落啊。以前伊是一个伊是一个道路位，迄个东京甲大阪吼，甲京都吼，这个所在一定爱行遮。铁路开通以后，伊这个所在煞做保存来，好，所以就开始做这个。所以日本人有一个叫做自发性的来做迄个，就这个就是七龙哈。咱日本人就是自发性的家己这个所在要来做保存，
像七龙，伊就有一个上有名的著名宪章，就是不租不卖不改建。伊就是要保存咱这个所在，不爱租给别人，不爱卖给别人，嘛不爱定起。啊，你讲伊不爱定起，我捌入去内底因迄个开酒吼，会长因兜内底吼，我差不多20万年前入去甲因兜外口吼，因是伫咧卖一个，因是伫咧卖店，卖一寡生活用品的店，吼，啊就外口迄个店面就古色古香，古早型的，吼，连迄橱窗拢是古早。啊，毋过内底迄小姊门拍开以后，你就看到哦，迄榻榻米的，迄个客厅内底吼。吊一台50寸的液晶电视，吼，沙发下，吼，迄种真现代，就变做是你看会到的所在，吼，你爱保存。啊，毋过你看袂到的所在，吼，因会使尽量的现代化。吼，所以咱因内底的生活嘛是过了真现代。吼，啊，毋过伊的保存，几个楼梯看起来，到即马你看起来都共款是即个古早型。吼，这差不多是日本的江户时代的即个型。对，其实咱台湾即马真侪老家吼，伊若要整修的时阵，共款是以旧修旧的这个方式伫咧做啦吼。安尼我想要继续来请教老师啊，你既然讲吼，你讲咱一开始其实拢有谈论到这个聚落啦，就讲吼，这个所在会形成啊，就是因为可能有港口吼，踮遮的人有法度伫遐转嫁、伫遐讨趁的时阵吼，才法度形成一个聚落、一条老街。安尼我想要请教老师，既然安尼一户263万甲。台湾上古早的老街，敢是出现伫咧台南？一般来讲，咱即马历史的记载吼，就是安平啦，吼，就叫开台第一街啦，迄就是一户203，就是当初吼，伊有记载就是郑成功吼，迄个郑成功来台湾以后吼，甲荷兰人赶走，啊，伫个荷兰人的时阵就有迄个乌兰达人的时阵，伊就有即个安平老街伫咧遐，所以咱即马来讲吼，在历史内底安平是第一条街啦，所以咱来讲台湾第一街是安平，这是无毋对的。对，安尼我想要继续说落去请教老师吼，就是讲吼，咱拄仔看到迄张地图吼，台湾的老街吼，真正哦，迄个店真足侪店的，敢真正就是台湾有需要遮尔济老街？啊，这个老街这个数量是进前就有的，还是讲落尾有一寡商业的行为，想要发展做观光，才甲这个所在定义做因迄个所在的老街咧？我感觉是安尼吼，老街应该无应该是一个法律的名词，应该是一个咱心内的名词。哦，所以我来肯定这个所在，我认同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就会使当做我心目中的老街。我应该是安尼讲啦吼。所以咱讲我拄仔讲到这吼，像日本人吼，因是我这个所在，我即定人生活咧遮，吼，我即定人生活咧遮，所以我就会使伫咧遮发展家己的。迄个生活的方式啊，希望大家来甲参观，大家来甲学演，吼，算讲即个，咱来讲即个吼，你即个有所自发性为下骹开始做，吼，比你顶头落去指定的更较有效。所以咱即马讲到这，你讲台湾的老街遮侪吼，咱无一定讲用老街的名词，我即马的意思就是讲，你只要有特色，你只要有内容，你只要有故事。大家拢愿意来去甲你观光，大家拢愿意来去甲你参观，所以这个所在我是希望讲咱会带，比作咱台湾吼各地拢会使有特色，像古早日本差不多1980年代，日本开始有一个叫做一村一品，就是大家所在每一个地方有自己的特色。对，因为老师你讲到迄个每一个所在拢希望家己有家己的特性嘛，吼，亲像阮莺歌就是卖花啊，所以真侪人来到莺歌拢要买花啊。就算讲即马莺歌真侪所在无伫咧烧花啊，但是拢会希望讲来到这个所在买一个纪念品。想要来请教张老师啊，就是讲吼，去到淡水的时阵，拢希望会当食到迄个鱼丸，食即个天卵，不离个啊，吼，就是讲吼，真侪观光客，特别是外国观光客，伊来到台湾的时间可能真短。吼啊，比如讲，伊家来到台湾5天尔，伊无法度去到淡水，但是伊可能去到垦丁，去到比如讲花莲，但是伫咧垦丁、花莲时，买当买到淡水的阿波铁蛋，你是安怎看待这款的现象？刚好拄则讲的这件代志吼，讲起来就是伊是有需求的啦，吼，所以这是一个商业行为，我是认为讲这足歹去避免的吼。
就讲这三峡的这金牛角，吼，讲实在，伫阮淡水嘛买得到，淡水老龟嘛是有这金牛角，啊，阮的这个体能嘛是伫做这所在拢会当买到咱的体能嘛，吼，你拄则讲的这外国人，若是来到台湾，哦，伊要选一条街去看。哦，伊可能选到咱淡水老街，啊，若是有这机会，互伊伫这边去买到别款的物件，吼，买到咱台南的名产，哦，买到咱台中的名产，嘛毋是讲无好啊，吼，但是我嘛是想讲，会当尽量看到讲，因为当来到淡水这边的时阵，买到咱淡水真正这边的名产，吼，啊，若是这就是嘛是讲到。拄则东明老师讲的这个特色的这款代志，哦，阮学会一直咧呼吁这个代志，就讲希望大家会当去看到咱社区家己的魅力，哦，家己的特色是伫倒位，哦，啊去找找讲可能有啥物记忆，吼，有啥物好食的物件，或所名产的物件，可能是互阮袂记起啊，哦，无就是伫历史当中慢慢消失啊，吼，咱有可能去甲找出来。吼，甲重新的叫包装行销一下，可能就是了一个新的名产会当发生啊。对，是。啊，其实讲到迄个名产这个问题吼，就是就我的观察吼，要来请教到咱的教授啊，就是讲吼，台中市有一个形象的广告，吼，市长讲台中是甜点的故乡，吼，伊讲是讲伊是甜点的故乡啊，等于讲哦这。做甜点做点心啊，台南讲哦，因食甜哦，是毋是台南人会抗议咧？事实上，台中其实有即侪遐个糕仔饼，比如讲太阳饼啦，吼，迄个柠檬蛋糕啦，吼是讲老雪花斋啊，啊，个是讲迄个讲宝泉迄个小月饼啊，其实迄种足有名，是毋是讲有啥日本时代就开始有这物件？我想要请教老师讲，为什么台中啊，会当遮尔大声讲台中就是甜点的故乡？为什么啊？咱台中吼，其实是个足趣味的所在吼。古早吼，日本人吼来台湾的时阵，想要甲台中做台湾的首都啦，哦，算讲首府啦，哦。啊，毋过尾啊，日本人共款是选择台北，所以一开始咱台湾的都市计划吼，1900年是做台中的都市计划，迄嘛是大日本帝国吼，大日本帝国头一个都市计划，1900年伫咧台中做的。哦，所以咱即摆来讲到迄个台中甲中华足近的嘛，所以古早咱讲一户二路三艋舺，对无？咱一户吼，咱讲到好城，对无？就有名，就甜的好食的，对无？咸酸甜啦，吼，这小吃就侪对无？啊，毋过你讲糕饼有名的拢伫迄块鹿港，啊，鹿港甲台中近。所以讲，咱鹿港就做这师傅拢伫咧台中吼，台中甲鹿港伫咧遮咧做这个汉饼。啊，日本人一来以后吼，就开始做这个做一寡改良。啊，佫上重要的吼是，咱应该讲好以后吼，当初迄阵米粉是管制，对无？咱咧粮食拢是管制。啊，咱台湾这米粉的工会吼，因迄主要的大头拢伫咧台中。哦，是哦，嘿，所以太阳饼嘛是尾啊创造出来。太阳饼古早无呢，古早就老婆饼哇，老婆饼尾啊再改良做迄个太阳饼。所以有这个故事伫咧内底，咱会使看迄个面粉工业、面粉工会的历史吼，你就会使看到讲，因为吼主要咱这台湾啊米粉这个工会吼，这进口的这工会，主要的大头拢伫咧台中。吼，佫一个重要的就是讲，当初吼，咱台湾省政府伫咧台中遐，伫南投嘛，中心新村嘛，所以迄个所在其实是咱台湾庶民的集中地，所以咱这传统的糕饼吼，足老练的就是咧遮。毋过讲吼，即个日头饼内面无日头，公婆饼内面无老阿公，也无老阿婆。毋过讲到咱的即个老家的建筑顶头，有啥物款的文化意涵，到呾抑阁保留掉咧？咱先休困一下，较等下继续来讲。台湾的老家记录着丰富的历史甲文化。特别是建筑风格，即款伫老家的建筑物，大部分拢保留古早闽南式甲日本式的风格。这条富冈老街应该是较水一寡，啊，佫较有特色，较有特色。
啊，迄个别位老家吼，拢差不多，这应该拢较像客人，客家的建筑，这边客家人很多。行到老街，会当看到传统的红砖啊、青石石板路，抑阁有木材拍结构，一寡元素共同呈现出特别的台湾味。这条老街已经要几百年啊，吼！啊，我已经来遮，我是外地过来伫遮，已经有36年啊。啊，所以我会了解，就是这条老街，听以早阮大官有咧描述，讲这条老街以早足繁荣的，逐间厝大家就是拢有做生意。这10-20年来，就拢已经人口就流失，因为你知影即马。大家做繁荣嘛，大家拢有车，所以较袂讲利用这个来遮坐车，所以呢，即马人潮就叫做没落的。这寡古老的建筑，毋是停滞的历史，颠倒是充满未来创新的可能性。伫老街会当看到古典甲现代融合。伫保留传统风格的同时，亦阁充满实行甲创意。到底咱是要安怎来好好对待利用老建筑，莫破坏传统，又阁会当甲新的建筑物做伙呈现出在地新的景色呢？咱这集讲到咱台湾的老街，咱提醒观众朋友啊，去到老街哦，千万唔通伫遐买物件、食物件以外，有当时啊，你抬头家看顶头，你发现到这老街的历史建筑是非常的特别。也咱头拄只美食啊，有看到是咪？当请老师佮咱简单讲几啊，就是讲，咱台湾这老街这建筑啊，伊通常有啥物款的做法？吼，伊的工法是安怎做起来？咱应该来安尼讲吼，咱台湾即马看到的，咱讲有迄个，为迄个西班欧洲人吼，西河时期欧洲人，毋是欧洲人来以后，咱会用洋楼式嘛吼，咱讲仿洋楼啦，仿阿多个洋楼。啊尾啊日本人来以后吼，日本人有即个所谓的巴洛克嘛吼，巴洛克。啊，咱即马日本人嘛是仿欧洲的嘛，日本人叫做样式建筑 Yoshiki 建筑吼。啊，这个物件就是讲吼，咱这就是日本人有做一寡研究，就像这吼，日本人为着要来台湾起这个总督府，吼起台北宾馆，吼，所以因为日本吼有足侪这个日本的迄个建筑家来到台湾，来去到韩国，吼，去到迄个满洲，吼，搁另外就是吼，咱日本人吼为着要西洋化、现代化，你明治维新、现代化就是西洋化，所以日本人嘛，伫咧因迄古早的吼，因迄古早的顶家哦，伊嘛做长的长屋吼，因伫咧外口起一个看板，就像咱即马咱的迄个这共款，伊伫咧外口起一个看板，甲古早厝扎开，伫咧头前起一个西洋式的外幕。吼，所以我伫咧日本读博士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嘛是写咱这吼丁仔卡，吼有丁仔卡的街屋建筑，吼这是日本人就有趣味的。所以尾啊吼，我嘛有2本书吼，即马这上新的一本叫做《100年街屋》，100年的街屋吼，这是吼咱讲咱迪化街内底嘛有讲到咱大溪甲三峡，吼啊，所以讲咱即马讲到这吼，就是日本人。引进足侪新的技术来做这顶头的这个，咱讲这种叫做左关啊、沙坑吼。日本算讲是左边的关一个关子，伊就是咱讲的土水师傅。吼啊，土水师傅伊用迄个慢刀吼，骨体伊就会使做出遮侪各式各样的装饰。好，所以这上古早就是用伫个总督府、台北宾馆这个公众建筑顶头。尾啊，咱台湾人就甲用喺咱迪化街内底的街屋顶头。吼啊，讲到这个吼，就是尾啊变做咱1900年开始，我拄啊毋是讲咱做迄个都市计划伫咧台中嘛吼，啊过来就是咱台湾拢有做这叫市区改正，市区改设吼，啊市区改正上大的就是第一要截弯曲直咱的道路，啊截弯曲直的效果是就是咱足侪厝爱去头前爱去用拆掉咧。吼，因为要拓宽嘛，吼，啊拓宽以后，你像咱迪化街无拓宽，那么过咱讲到咱这个吼大溪老街吼，伊头前就是1919年的时阵，
大溪老街就是要做市区改正，所以所有的老街、所有的厝，拢爱当时去做门面的改建。哦，嘿，咱讲到迄个就趣味的，就是当时大家要拼场，吼，所以拢用乌布甲家己的迄个工地甲砍开，吼等做好以后，才甲伊袂互别人知影讲我要做啥物装饰，吼，所以伊就甲拆开以后，吼，即只有迄老鹰的吼，才得第一名。这古早我伫咧厝内底看到，嘿。安尼老师想要请教一下吼，就伊做这顶头，顶讲是做伊店的迄个门面啦。伊这个花草拢是对待模仿啦，因为我看到有介绍有这个花干啊，顶头有这插这个花吼。啊，其实这个花草其实甲咱一般咱庙的遐传统的迄款传统的花草是无啥共款。啊，这花草是对待模仿来。伊这吼，伊就是吼，变做是伊拢去看吼，这因为咱讲这个，咱讲这叫开模印花吼，这是日本人传入来。吼啊，日本人传入来，日本人呢主要拢是巴洛克式嘛，吼，就是为欧洲入来，所以拢像迄希腊罗马建筑的迄个装饰的样式。啊，因即嘛，这就是其实吼，伊这已经是融合咱台湾，甲西洋、甲日本的物件。有当时啊，因为咱台湾人爱啥？咱台湾人爱迄个牡丹，吼，爱富贵嘛，吼，啊爱白菜。有白菜的迄个，会算讲就是迄个好，子孙会好嘛，吼。所以有当时啊，你会使伫咧顶头吼，看到即款咱台湾式的装饰。所以我讲，你讲即个顶头的迄个装饰，咱应该讲这拢是混合式的，嘿，拢是混合式的。而且感觉就是讲，爱对着时件，就甲你物件摕来，啊，要甲有好的吉条，嘛拢甲伊放在顶头对吼。安尼我想要请教老师吼，这是叫做专风的风泉，这是夜店好对吧？这夜店好，嘿，这算古早吼，咱应该安尼讲吼，古早人吼，其实捌字的无讲介济，吼，所以因这顶头这个看板吼，因这个形吼，变做即只老鹰吼，就变做伊的店号。哦。吼，变做伊的店铺，像讲咱迄个你去买物件的时阵，人就甲你报讲，啊，你去看迄顶头有一只老鹰的迄间店就对啊。所以因会足用心来做伊的迄个建筑的立面，主要原因是安尼。对，是要找迄间店顶头是只鸟啊，迄间个就是对啊。对，这张佫较精彩啊，因为我看吼，伊迄造型哦，规拢安尼蓝做一伙，等于讲是甲所有的工艺全部拢斗伫咧顶头，为什么会有这款的形式出现啊？这就是吼，咱做生意人吼，伊要拍，伊要甲人拼场，所以伊会甲所有伊想会到的吼，伊拢甲用喺顶头。你讲像这吼，拢足侪咱是起庙的有无？起庙的工艺拢甲放喺顶头。啊，你这算讲较晚期吼，因为还佫这彩绘瓷砖佫咧顶头，啊，佫你拄啊讲的检验有无？这嘛是拢咱伫咧起庙咧做迄庙的迄个厝顶的时阵才会用到的吼。所以咱会当迄个第一吼，这个头家一定足好呀。第二，这个头家足有艺术的头脑。吼，所以伊甲所有的这啊，毋过我就感觉讲，像这款物件就是咱台湾的活力。咱台湾人会甲这所有的物件吼，拢甲揽做会以后，变做咱家己一个特别。我感觉这是上足好的代志。你从古早的时阵，你讲马偕医师吼，马偕来台湾的时阵，伊伫咧艋舺起迄个教堂，过去有艋舺人拆掉，阮祖先甲拆掉对无？所以啊，毋过一开始反对，尾也就接受啊。所以你看艋舺，咱养老上济，对，古早的迄马偕式的养老上济。所以我感觉这就是咱台湾人的包容，咱的包容啊。咱若在未做这个店面进前啊，比如讲这个行路，伊遐个老家遐个厝，伊是用什么材质？敢有用到什么砖仔头啦？是讲用茶去甲伊贴起来？啊，这工法大概是搭几种较济？主要来讲吼，咱台湾这个所谓古早厝吼，主要有几种啊。用土落去做砖啊，拍好打就甲贴起来吼，这叫做土角。好啊，土角以后顶头再放杉啊，放杉啊以后再嵌厝顶。吼，咱迪化街吼，台北啊，佫足侪即个土角的建筑。吼啊，过来就是迄个第二，就是讲较好以外吼，伊就有砖啊。吼啊，砖啊，你爱分迄个时代。1895年吼，日本人来以后，咱才伫咧咱台湾才有迄个砖仔药。吼啊，古早咱台湾是无，所以咱台湾古早的砖仔拢爱为大陆进口。吼，为大陆进口，若无就伫咧咱台湾家己烧迄算讲较无好的迄砖仔。吼，咱讲闽南砖较大地，吼，敢若 A4 纸遐大地。
吼啊内底爱个咱叫斗仔器，像迄个咱迄个足侪庙内底拢有即款吼，你两块砖仔内底迄嘛是去用迄个土落去甲夯死吼来去做。啊，过来就较好野的吼，有迄个会使用石头。啊，石头主要有两种来，第一种就是为大陆来的迄阵仔的压舱石，第二就是咱迄个北投迄边有迄个基里安吼、七里岸石吼，主要啊，迄石头嘛真少，所以主要咱讲咱台湾古早除了茶以外吼，主要咱即个物件吼，上古早我感觉伫咧迪化街我看到上侪拢是土角。嘿，拢是土角较济。啊，尾啊，差不多20世纪1900年以后吼，咱台湾有砖仔窑开始以后吼，大部分拢是砖仔。安尼我想要搁来请教老师吼，因为就老师你的观察啦吼，也搁我家己亲身去体验过吼，我去到大场店吼，看有迄个店面吼，其实足深的吼，足深落的吼，安尼在迄个所在，我去过有迄个楼梯，楼梯足细啊，是讲我可能就是搁伤过大块，我嘛可能我倒爬去啊吼，但是想要请教老师讲，为什么啊？伊迄个一楼迄店面的时阵吼，就是讲咱即摆讲的挑高。就讲规讲伊一楼就是腰足悬的，伊腰足悬的，迄个目的是为着要做啥物啊？因迄吼，其实古早吼，咱讲街屋建筑吼，有迄个三进构造吼。咱讲到这街屋建筑吼，像这吼，咱古早咱看吼，伊咧为头前行入来吼，为头前行入来有一个顶仔卡有吼，啊顶仔卡以后吼，伊内底有所谓第一进，哦，第一进就头一间厝啦吼。啊，才有一个中庭，吼，过来个第二间厝，吼，啊，这间是无第三进啊，伊共款有一个中庭，第三进就无啊，吼。啊，一般来讲吼，头前遮拢是做店面有无？啊，你会看到遮有一个微微有无？遮头足悬的，啊，毋过共款伊是一楼，伊毋是伫2楼起哦，伊是共款一楼。咱顶头遮叫做半楼啊。嘿，半楼啊的意思就是阁楼啦，吼啊，半楼啊吼，你有当时啊，你入去以后，你甲抬头甲看吼，顶头有一孔，啊，迄孔有挂砍掉的，吼，啊，你甲拍开以后吼，伊迄就会使甲伊的要卖的物件吊喺顶头，所以顶头是更当做伊的仓库咧用的啦，吼，当做伊的仓库咧用的，所以咱来讲吼，你讲迄真悬，迄拢是半楼啊，啊，顶头咧放伊的货品。啊，个第二个最趣味的就是吼，古早吼，咱遮算讲你若住喺这街屋内底，拢鬼仔市内底拢好野人嘛，对无？啊，因内底一定有查某囡仔吼，就小姐对无？古早的小姐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吼，所以因袂使出来，因拢袂连店的伊拢袂使出来，因干那会使秘喺后边，第二进、第三进，算讲因迄个厝内底，吼，啊，毋过伊会使去到半楼啊。半楼啊，伊就会使伫咧半楼啊的窗啊去看外口的，较袂遐无聊啦。所以半楼啊嘛有即个趣味伫咧遮啦。迪化街吼，有一间你若行到中街遐吼，有一间148号吼，即嘛是联华食品的本行吼。迄间古早是李春生先生的迄个大宅，伊迄就是5间去做伙，古早5间去做伙，吼啊5间去做伙，伊内底吼。是甲烫做伙，所以2楼有一个大客厅，吼，迄大客厅会使伫遐内底开舞会。听讲日本的总督佫捌伫遐参加舞会，所以内底的装修吼，就是算讲与时俱进，拢无共款。你讲像古早的闽南式，就是一间细间嘛，吼，啊中拢有迄个中庭有无？我讲的中庭就是中咧出去以后就是会落雨的所在啦，吼。啊尾啊，你甲迄个洋楼室吼，伊就开始边仔会使砍一寡物件。迄落雨的时阵，你会使为边仔的迄个楼梯行过，袂压着雨。吼啊，你甲尾啊在巴洛克的时阵吼，就是较晚期的时阵，日本时代的时阵，伊迄个中庭就变做有当时啊像迄个挑空的存在啊。吼，有一个挑空，有一个天际啊。吼，已经毋是中庭啊，变做一个像天际。所以建筑的吼，建筑的形式甲迄个室内的设计吼，拢无啥共款。对。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啊，若阵啊去到遐个老街遐个所在，掠去。行入去店面内面，除了看伊这店面以外，甚至吼，伫咧伊内面迄个天井咧啉咖啡，所以咧，你会当了解到迄个建筑其实对着时代伫咧转变。也这个老建筑要安怎行过新时代，在这个当今社会，伊要安怎继续保存落去咧？咱先休困一下，较听继续来讲。
讲到咱台湾遐尼侪老家，也要来请教着老师吼。伫咧世界各国，我想啦，就是讲有人的所在，就一定有老家，对无？对吼，无唔对，无唔对。啊，呢老师，咱今仔看到这张图片，这个所在，这敢是世界遗产呐？对，这世界遗产。这个所在应该是日本的迄个合掌村，对白川乡合掌村。真侪人，台湾人爱观光爱去这个所在。老师，这个所在有啥物所在厉害啊？伊偌厉害？应该是讲吼，这合掌造吼，咱就趣味的，伊是上简单的一个建筑的形式啦吼，就是安尼合掌。咱日本人咧讲吼，合掌这个艺术吼，合掌吼就是咱这顶头拢有一寡迄个皱纹有无？吼，西蛙，吼西蛙阿瓦西就西阿瓦西，所以合掌造嘛有幸福的艺术咧内底吼。你讲这合掌造的建筑遮简单，因遮的建筑技术算讲无讲真发达嘛，其实唔对。这个所在的人吼是上高起厝的，毋过因这个所在吼一年有6个月落雪，所以因遮的大部人吼，迄无落雪的时阵拢出去四界吼去替人起厝。啊，所以因家己大的变做是爱像这上简单内底拢用草索啊甲绑起来的这款合掌造建筑。啊，因这是当初吼差不多明治时代的时阵，为着要做这个水库的开发，1970年代吼要做这个水库的开发。吼啊，水库的开发边啊吼，这要去用引起啊。所以因所有的人拢甲这个古早厝甲搬去即马白川乡这个所在，那无像这款应该是农村建筑，应该是散村吼，所以伊这是要耕作的时阵要用的，吼，所以伊这就变做爱迄个应该是说没有这么集中啦，吼，啊，这个上有名的就即马吼，伊甲这所有的建筑吼，拢当做博物馆、民宿，吼，啊，佫会当参观的，吼，啊佫有人住在内底。所以伊这是一个生活的聚落嘛，是一个展示的聚落。吼，啊，伊一个内底住在遮的人吼，很努力的维持。所以因当年吼4月的时阵吼，有一个放水，因为伊这你看这茅草吼，这种草啊嘛，吼，这种抹臭嘛，吼，所以伊无法度伫个内底倒下面消防设备，所以因要消防的时阵，因干那会使用迄个水柱。所以有一张相片就有趣味的，就是因迄水柱吼，伊就是当年的4月爱做迄水柱的测试。所以，迄个水柱安尼，所有的水柱，几了10条水柱安尼，都转喺迄个茅草屋顶来顶头吼，啊，足侪人就是要去看迄个因日常维护的迄个趣味的迄个景象，嘿。呀，安尼老师啊，像因安尼这个保存啊，你认为讲，台湾这老街也好，老建筑也好啊，就是讲像因安尼这拼性命的维护，咱台湾人是毋是共款会当学习到？因遮的想法、做法，甚至是精神，该保留落来。我感觉咱台湾人即马足侪人嘛有即个艺术啦，吼。应该是讲吼，我安那会当认同我家己的生活的方式。我会当认为我愿意住喺即个古早厝、古早式的迄个所在，吼，古早的老厝内底，还是古早的迄个老街内底，吼，所以我认同这个所在，我无感觉我这个所在是落伍啊，吼，是讲无方便的。我感觉我伫咧遮足快活的，我就会当甲我家己的生活的经验分享给所有的人。啊，这别人看到我伫咧遮生活遮欢喜，吼，啊，我愿意来分享我的生活的经验的时阵，大家就来看我住的所在。所以讲，我感觉讲咱台湾即马像我，尤其是吼，我即马参加较侪就是咱伫咧迄个咱迪化街嘛吼，啊，搁咱艋舺，吼艋舺即马嘛开始伫咧讲，咱有一个地方吼，咱开始讲，我住在即个所在，其实我感觉咱即个所在是足好的，吼，所以咱台湾应该嘛是甲日本同款，我是感觉咱台湾嘛是有希望啦。安尼我想要来请教张老师啊，就是讲吼，其实老师拄也讲到，就是恁学会一直咧推广，希望讲，每一个所在拢会当保留家己本身的迄个文化资产。所以，例如讲啊，比如讲咱这外地人去到迄个所在吼，才会当去到限定迄个所在，才有当摕到这不管是名产也好啊，还是讲啊文化历史故事等等，也想要请教。张老师是不是会当甲咱观众朋友推荐几啊？讲哦，其实咱台湾有哪几个老街是真有特色的，啊，通值得咱去的所在做一个较深度的文化旅游。啊，当然，阮学会上了解就是这大道店，这个老街嘛，吼，这迪化老街这边，吼，这
为30年前开始，阮学会的邱如华老师，伊就开始伫保存这条老街。本身这条老街嘛是要互人拓宽啊，所以一直到即马这个时阵，这条街即马阁有足侪改变。咁大家知影讲，阮把这空间留落来了后，阮有新的想法，会当入来这老街内底。所以即马大家到阮的大道埕这边，足侪老街顶头的店面，开始有一寡新的产业的产生啊，啊有新的可能性，拢会当阁走出来。所以这是一条甲别个老街比较起来较无共款的一个老街。对，其实咱台湾拢希望讲咱家己有家己的特色嘛，吼。我想要继续来请教，就是咱李老师就是讲，真侪老师你嘛去过外国真侪老街，那台湾的老街嘛是归世界。你认为讲咱台湾这个老街伊上界有的迄个会当吸引人的所在也好，或者是讲有迄个竞争力也好，你认为咱台湾有哪几个优秀的点？其实我感觉咱台湾人足可爱。咱台湾人其实就是讲咱会当看到咱会当看到咱别位的特色。咱台湾人嘛拢足愿意去外国，去外国看外国的好的所在。像我最近去西班牙，我去看迄个高地的建筑。不过我虽然迄是主要的目标啦，不过我去足侪伊的所在，看到讲，迄西班牙人住喺即个古早厝内底，无电梯、无冷气，因为因讲室外机足歹，不爱互你斗。不过因为着要维持伊迄个都市的迄个景观，为着要维持伊个古早的形。所以因嘛愿意住喺迄个所在，我嘛捌问讲啊，恁住喺即内底，你无感觉真艰苦吗？伊讲无要紧，习惯就好啊。不过我讲啊，斗一个冷气是安那？伊讲无啊，斗一个冷气以后你斗一台大家拢斗啊。大家拢斗以后阮这个所在就无人要来啊。伊感觉你这间厝就歹，你无好看。所以咱台湾人其实我感觉讲咱台湾即嘛，咱无像因遐严格。不过咱嘛会使去，咱主要还是共款拄啊迄句我主要认同我家己的所在，我家己为着我即个所在，我感觉我即个所在足好的，我就会使分享给大家。所以我感觉咱台湾人是真可爱啊，真会当去变通，所以才有这金牛角啦，这所在，咱其实我感觉讲像这金牛角伫个三峡出现嘛，对无？伫个淡水，可能以后伫个淡水，可能佮铁蛋佮结合以后，佮变一个新的物件，这就是咱台湾人的创意啊，对无？对，因为我知影讲即摆迄个金龟港有诶是有冰淇淋的顶头其实迄就是一种文化无共款的结合啦。当然啦，其实呢，咱会当看到讲其实咱台湾的老街是几落条，其实事实上咱行到老街迄个所在，伊不只是呢去遐观光食物件、买物件，有当时啊呢，咱来抬头看这顶头，无的确你有意外，而且是真无共款的文化资产，通好欣赏甲收获。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到现场。咱开讲，看你这非常多谢，谢谢，感恩，好，感谢。也讲到咱的台湾呢是有老街，这老街是有真正多，这老街顶头有真侪的宝贝，邀请观众朋友做伙来去遐瞧找。也有缘呢邀请咱观众朋友后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嘉豪，咱再会。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感恩，谢谢。